練 HYROX 嘅時候，另一個常見嘅痛症就係腰痛啦，因為佢入邊大多數嘅動作對於我哋腰腹甚至核心力量嘅需求咧非常之高。咁如果大家本身都已經有腰痛、腰緊，甚至係 core 唔識發力去 train 嘅時候，可能就會引起腰痛，甚至係不適。例如 sled pull 呢個動作，我哋需要喺一個深蹲、條腰直立嘅情況之下，將一個好重嘅雪橇車拉翻嚟，對於我哋腰力嘅力量需求同埋穩定性嘅要求咧就非常之高啦。然後我哋有 rowing 呢個動作，條腰係需要屈到基本上係屈到盡咁滯嘅。如果本身彎曲嘅幅度都已經有受限，甚至係有不適咁，呢個動作重複去做都可能會引起更加多嘅痛楚。最後 farmer's walk 呢個動作就非常之考驗我哋單側腰腹力量嘅穩定性啦。咁如果大家其實練緊嘅時候有痛呢，我非常之推薦你去試下 deload，將個重量降低，然後睇下練嘅時候個痛會唔會減輕啦。如果冇嘅時候呢，可能大家另外都要抽啲時間去練翻腰力、腹部嘅力量，甚至係側邊嘅一啲力量，改善翻我哋 core 力量不足嘅呢個問題。最尾我覺得最緊要嘅就係唔好忍住痛去訓練，因為我哋個痛可能隨時會惡化，而影響我哋比賽當日嘅發揮。咁如果大家有任何疑問或者關於 HYROX 嘅問題，可以隨時 DM 我哋。